你性子善解人意，温柔大方，美丽动人，体贴柔顺，自然是3届1等1的。坐下吧，一起。神尊的仙界固有的事可解决了？神尊说的是自己和小殿下吧？那小殿下还在为那日九幽的事情生气啊？神尊可还想继续教小殿下吗？本尊既然答应了智阳要教他，便没有半途而废的道理。神尊说的极对，小殿下性子冲动，苍生大义在前，神尊多担当便是。神尊，我有一良计。神尊，人呢？3缺1不是让你去请人了吗？满神界的神尊我都请了个遍，可他们不是要修炼，就是要赏花品酒的。同本尊打马吊，他们有什么好嫌弃的？您3位的赌注太大了，谁愿意来啊？啊，算了算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哎呀，3人打马吊多无聊啊！不如我把白绝找来。哎，别，人白绝真神清高的很，连骰子这种俗物都见不得的。就是啊，天启，你第1天认识白绝吗？这题也太不靠谱了。你懂什么呀？要是能赢的冰块百石灵珠，想想都舒服。不就赏人吗？古地剑，你来。他就曾看你一眼，你就一动都不敢动了是吧？哪天我就把你这个软脚虾给融了。过来。神器与主人心灵相通，你是什么性子，他便什么性子。本尊的意思是，此法诀只有见到小殿下时方可打开，您只管照念便是，保准小殿下一听到便会欢喜，再也不生神尊的气了。你性子善解人意，温柔大方，美丽动人，体贴柔顺，自然是3届1等1的。哎，白绝在九幽伤了舌头。伤了舌头，我看他伤了脑子还差不多。深有同感。本尊有事先告辞。哪有快人快一半的？白冰块，你站住！上果，上果，这个小祖宗啊，方才还听不得我们提起白绝呢，这人家才说半句话他就追上去了。这2人的性子啊，真是绝配了。什么绝配啊？什么绝配啊？白绝那又臭又硬的性子怎么比得上我？不行，这才多久啊，便已这副局面，我若不想些办法，到手的鸭子也要飞了。哎。